同志朋友，一困过後啊，轉到福氣落嚟啦。節目嘅現場咯，今邊係8月好康健來報道嘅單元，我同你所有同志朋友將下來關心到康健嘅話題。講到呢個康健嘅話題，今邊來講到嘅係春天，安樣算來照顧好呢個肝咯。頭先咪有提到嘅啲漢語嘅肝，同 NHC 講嘅其實有一些冇相關啦，呢個有神經還有腦部分咯，做下來照顧好。如果呢，頭先就講到呢個肝血啦，即同樣嘅講到補，即講製造肝血，韓國來滋養啲眼神嘅嗬。講到亞味啊，頭先提到食一個對時嘅亞下出嘅青菜嗬，呢種綠色嘅青菜，除咗亞豆之外哦，做得像中醫師過來建議啲嘅鄉親朋友嗬，用呢豆嘅嗬，都亞時間嚟補充係一定好。我講吼，你啊春天時吼，因為我聽講過春天時即係陽氣生發嘅時間咩？錯。所以你愛食啲條麻干鳥，食啲薑麻。薑麻。酸的。酸頭味，葱的，我來多食啲樣都，因為嗰啲東西吼對啲你陽氣嘅生發吼。有幫助啦，幫助動態。所以你春天時嘅養生來講吼，葱薑蒜吼，要做多食。還有講，因為當建議當太多食啲嚟紅棗咪當好。紅棗。因為呢紅棗本身營養當好啊，有補脾胃啊。你講哦，你啊肝本身要有強，要有能量，要有食物啦。食物的食的東西經過脾胃啊。脾胃掌握營養分嚟肝來發通啊，所以我講我睇到個愛食啲紅棗啦，愛食啲四神湯哈。四神湯咩建議大家做啲些？做啲，還有上次啲你所講能用嫩啊、挑嫩啊，呢啲東西哦，對你胃腸咩好，對肝咩好。係，我估數都係講一條鋪符嘛，嗬，牛嫩啦、挑嫩啦，還個薑麻、蒜頭、葱嘅，一條鳳爪，哇，四神湯，係四神湯一條啊，嗬，所以講建議大家都一個春天時節啦，嗬，你講蒜頭味一條，嗬，葱嘅一條，其實做一啲特別嘅料理。你主食嚟講哦，用啲薑麻啦，用啲葱啦，比如話蒜頭啦，一方面味道咩較好，係佢你食啲東西以後，又係有刺激你較食得落啊。錯。再過來講，對啲你下春天時來講，你佢對啲你陽氣嘅生發有動態幫助啊。安陽氣啊，古早條鋪符安陽來提倡鄉親朋友咧，嗬，講到熱條啊，可能鄉親朋友最想講，係安陽來做一隻特批啊，嗬，照顧好你嘅肝咧，嗬，呀，所來啊，肝紅人講肝做的嘛個解脫熱條啦，嗬，安陽係咩嗌做其他問題都唔會出現咧，結果咧冇想到一個春天嘅時節，呀，過敏嘅症頭，如果一定多咧，嗬，一講到一個過敏嘅症頭嚟講啊，你就想講最多嘅所來係呢隻鋪符。你過敏嚟講，吼，最大過敏嘅部分都皮膚過敏啦，皮膚啦、皮膚過敏啦。你對啲中醫來看，吼，皮膚啦、皮膚過敏，吼，同氣有關係。皮膚韓國人嘅皮膚也嚴重嘅過敏來講，同你身體嘅氣膚有關係，氣管有關係。氣管有關係，氣管有關係。所以講，你治療了皮膚過敏、皮膚過敏嘅藥物，你中醫就代替用了治療了氣管啊，是係氣膚嘅藥物喺度。哦，唔過嘢係都相對一個問題咧。你講亞春天愛用肝咩？又要按到一個過敏嘅症頭，亞嘅頭先提到氣膚，你咩秋天嘅時節上嚟照顧咩？係啊，所以講你中醫嘅觀念是愛大家知道啦，你講你啊，肝就是五行來講是木嘛，氣膚是金嘛，錯，在五行地位金到木是相克啊，所以講你用肝以後，愛對啲金愛你金嘅部分愛啲調理啊，差唔多影響到肝啊。
古时候影响到肝，其實有愛菜當多原因。原因係跟你中醫講的五行應用五行的觀念來講。都像頭先中醫是有提到嘅嗬，你愛留一個脾胃顧好過後，將做得做落去嘅東西，將做得來送到肝入邊來製造肝險嘅嗬。你講哎呀，嘅健嘅部分嗬，對氣嘅部分顧好，哎呀，相對肝嘅部分就會好。因為我們現在你講起來嗬。懂神氣啦，因為你肝是木嘛，脾胃是土嘛，氣膚是金嘛，用講你用愛脾胃愛肝做好，你脾胃土嘛，講你肝強旺以後，木克土嘛，會影響到脾胃啊，用講你對啲氣膚嘅金嘅方面愛調理呢，講。金克木啊，金克木啦，你學法克那個都克金克木啊，木克土嘛，嗬，所以講木金土三方面嚟講，都愛照顧啊，係做清我嚟照顧啊，係啊，所以講你用呢中醫嘅應用五行來講，為何講？有講到氣膚，有講到脾胃咯，所以講你嗌用啲五行嘅理論咯，理論來解釋啊，解釋了解頭先講到嘅非常提到，有氣唔係愛朝天來照顧咯，木克土嘛，土嘛，金克木嘛，你話金流土嗬，然後肝都有關係啊，所以講表示講你氣膚氣乾了，脾胃對待肝都有影響。也就係講到，一照顧好了，一個我高明嘅也枕頭就會參就離開他好掉嘅，佢唔會按嚴重啦嗬。你講到一高明嘅枕頭，頭先講到啲氣無好、氣乾無好，就冇來引起一個高明嘅枕頭咯。唔過應講一個係香港出家本身身體嘅狀況，應講一下做啱來講，上班下嘅做啱要下冷掉嘅，上班下要頭先提到。清寒清熱咯，嗬，種夜條部分，咩會加重一樣嘅反應冇？我要講到，因為一年四季啊，然後一年四時是共用哦。一年咩要分做四時，早晨是春天哦，早晨是哦，冬秋頭是熱天哦，臨晚咪是秋天哦，暗午頭是冷天哦，寒天哦，所以講一年四季了，然後咧一年四時哦是對應哦，對應哦，所以講你早晨頭愛食乜嘅，食較生發是氣，生發咧陽氣嘅東西。哦，按陽氣，嚇。啊，冬秋頭吼，因為冬熱啦，所以做唔得食強辣啦東西啊。哦，春天時較臨暗來講吼，是金啊、氣膚啊，所以對啲氣膚有作用嘅東西啊。啊，到暗午頭來講吼，就屬於冷天啦，能量較滿強是的。所以講做唔得，暗午時做唔得食餅啦。真是係，多數都一條部分，一條嘅一個一年來講分咗四隻階段嘛，就係春夏秋冬，然後一年嘅春夏秋冬其實係共用嘅，共用一年，講一年做按用講100嚟嘅嗬，因為一年是地球嘅自轉嘛。一年是地球嘅公轉嘛，通通都個轉嘛，啊，佢嘅表現嘅現象是共用哦。好，古早也介做香港高敏嘅部分，也係驗證一個氣膚引起嘅高敏咯。除咗也氣膚以外啊，因為一個高敏來講啊，嗬，像有啲記得，就比如氣管係唔好嘅時節啦，嗬，記得都識咧部分，比如講，當然做得看日本人先生看來調養呢個體質。如果平時都生活當中啊，嗬，你可以有貼片咯，對講健咩部分唔好嘅時節，然後貼片是乜解冇？嚟講氣膚唔好嘅人哦，睇住你講嚟講拍黑，哦，百合係百合做的，是因為就穿啲白色嘅食物了。白色嘅食物啊，白色嘅食物，山藥咩白色嘅？白色嘅有百合，韓國有那個山藥，係山藥。羅皮，菜頭咩做嘅啫？因為菜頭稀淡嘛。哦，錯，還有講你啊。
太体质拍摄的较多。好，古说乡亲朋友上会到嘅吼，一个拍摄嘅吼，做做嘅的吼，因来透过也色的部分来调养一个体质嘅。可以上班下真实吼，大家最想讲，应该可以除了看本先生看来调养体质过后哦，也讲做得都平时啊，喺来做调养当然未係一定好嘅。再過來春天啊，頭先講到嘅吼，也百花開啊，也花開嘅時節啊，都有過敏嘅症頭都出來了，即係講花粉症啊，吼，也花粉嘅過敏也可能有係樣嘅咧。其實來講吼，過敏吼，花粉是外來嘅東西啦。如果你下氣候唔好，粉塵咪當多。哦，湧成也都當多，還個佢嘅也個一個空氣嘅品質咪唔好。所以講吼，你個要影響，因為嗰東西要到屁股頂來啊。係。變因為一個刺激嘅屁股就要過敏啦。所以你治療的過敏的屁股過敏，你中藥是用乜嘢呢？咪係生發氧氣嘅東西。嗰啲灌出去啊。係。佢氧氣生發以後，佢要打噴嚏啊，打下手啊，做咩得個啦？我咪來嘅東西影響你嘅東西，你個焗出去啊。所以講，你治療的過敏的藥物，代替了治療氣泡氣管的藥物重要。我哋也花粉嘅一個過敏症頭，一個湧成嘅一個過敏症頭，上來就係留人嘅氣泡嘅，就係強樣差唔多出嚟啦，唔會長差多。也有所長嘅就係看自家本身嘅體質嚟，當時發生乜嘅症頭來看，像是有啲人就講伊肝火較旺啦，吼，你就用到肝火嘅用嘅藥物。像是佢嘅心火較大啊，上風上的上時啊，你要用到講了心火嘅藥啊。哦，安樣然後古所。太體來講，基本上是以氣泡嘅用藥為主要啦。再搭配來講，佢嘅本身了下乜嘅針頭，佢嘅體質嘅乜解安樣來用。好，古所呢，哎呀，下仲意思老太家嚟講到嘅哦，嗬，呀春天會過敏呢，有氣管呢，而就也個過敏咩，嗬，個花粉嘅，嗬，一種症頭啊，另外都係摸波一下湧成一條，哦，真係多多咧，嗬，除咗也以外，還有乜嘅樣嘅過敏呢？頭先有提到一個皮膚，嗬，皮膚嘅真實咧，嗬，用菜會用一害嘅害，所以愛注意乜嘅，按樣嘅來做呢，家下聽到老太家嚟講到，先來聊下了。